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8月18，诗篇22篇26节安尼讲：善车人会得到褒奖，找求上主的人会称赞伊。愿恁的心永远有活开。三个来祈祷，互阮有活开的天父，阮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圣的上帝，你是用以色列的儿女做宝座的。阮的列祖倚靠你，因倚靠你，你就拯救因。主啊，阮也要亲像早前的列祖，来到你的面前，专心来倚靠你。就你也要安尼来拯救阮。主啊，求你毋通离开阮远远。上帝，阮的气力啊，求你紧来帮助阮，因为阮是善车人。阮求你的时，你要听阮恳求的声，因为你无看轻，也无夜战困苦人的困苦，也无对阮暗面。求你互阮的心永远有活开，阮就通活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愿主帮助咱每一天，拢来到伊的面前，超找伊，倚靠伊，求伊的名。就伊要使咱有永远的活开，互咱通活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